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林正娥，你叫我娥姐就得啦。咁我咧就係用生物波有一段時間嘅，咁我咧用咗以後，我將我得到嘅好處向大家分享下。咁其實我喺24年嘅10月份咧，本身隻眼咧就預約咗醫生要睇白內障噶啦，即係要做手術嗰種。咁我24年11月份咧，我就接觸咗生物波。咁我係用咗佢生物波檢測同修復，咁我呢隻眼咧就感覺咧就越嚟越好啊！用咗2個月以後咧，咁佢哋生物波公司咧又出咗呢隻眼鏡出咗嚟，咁呢個眼鏡咧佢又帶咗生物波功能嘅，咁我咧又繼續買佢嘅產品嚟用咗呢個眼鏡，用咗呢個眼鏡我咧就白天咧我就基本上日日都要戴住呢個眼鏡嘅。咁又係戴咗2個月以後，佢咧亦都有一個新嘅產品，就係呢隻眼罩又出咗嚟。出咗嚟咧，呢個眼罩咧同樣又帶咗生物波功能嘅。咁我又繼續用佢呢個產品。咁我咧就係基本上係白天咧我就用戴眼鏡，到晚黑瞓覺咧我就戴眼罩。咁我咧就24年嘅11月份開始做機戴眼鏡同埋用眼罩。使用眼罩，到25年嘅5月份咧，我就已經特登去醫院，特登檢測我隻眼究竟而家到咗咩程度。點知我去到醫院一檢測，醫生話我個白內障唔需要做手術啦。咁我聽到確實係好高興。咁我又覺得用咗咁短半年嘅時間，能夠改變我個眼鏡，我覺得呢個生物波修復同埋檢測咧，對身體又好，對眼又好，非常之好。而且佢個眼鏡同埋眼罩咧，同樣亦都係非常之好。我希望大家咧都有機會嚟下深圳橡梅林分公司嚟體驗下、了解下。多謝。